火鸡面料，来辣椒面糊上，再来一层小米辣，这就完了。4件套，来油泼了，脏，不行，上面再糊一层。来，行，来把那个带给我拿小天才。这盘里面剩的一些全给金儿交上，金儿加一。我瞅你就他妈来气，这个就你吃来，你也他妈损呐！我他妈少给我加点辣椒面、包辣鸡丁骨，你他妈给我加这些，别动！你这他妈你这逼脸，我发现是不是给你点逼脸了啊？啊！我逮着机会报复你逮着机会报复，我能让你把我耍了？来，你给我接点，咱那个接，你能不能聪明点？你进头。天气凉了，下班回家，没有什么比炖一锅雪菜烧豆腐更舒服的了。做法简单又好吃。首先热锅冷油，下一点肉末，炒至变色，炒出油，再加姜蒜、小米辣，一点酱油调色。炒香后放入一包雪菜王，这个是宁波的特产，一箱有20包，可以做雪菜炒毛豆、雪菜炒肉等，做法非常的多。随便翻炒2下，再加半碗清水，煮开后下入豆腐，调味就是盐、胡椒粉，一点蚝油，一点生抽，就这样炖个2分钟，再转至砂锅，边炖边吃，鲜香下饭，暖心又暖胃。